天氣一熱咧，唔單止大人心火盛，屋企嗰隻白燕星咧都會忍唔住，仲有一個躁動模式，坐唔定，周身喐，頂嘴駁舌，攞住手機唔放啦，份功課由朝拖到晚，講極都唔聽。好多家長都忍無可忍，真係想打佢一鑊金嘅。但係等陣先，唔使怒氣嘅。今日我教大家一套中醫都實證過、官方都認可嘅科學打仔方法，唔使鬧，都唔使暴力，都好有根據。你就當係對症下藥，專治小朋友夏天各種嘅小毛病，好玩有實用。快啲筆低佢啦！第一，小朋友浮躁走神，唔肯做功課，好多細路一坐喺書台裏邊就周身痕，唔係佢曳，係夏天心火太旺，谷住個人煩躁。你唔使鬧，只要揾到你嘅手心同埋肚臍對落嘅小腹位置，輕輕拍打按揉，就係瀉心火、安神志，等於幫佢腦物理降溫，火一降，心就定晒啦，能夠安心咁樣坐低專心做事，咁我哋好過你餓佢10句啦。第二就係拖延懶散，做事慢吞吞啦。好多家長一見細路慢就習慣打屁股，其實完全冇用。記住一個寶藏穴位嘅環跳穴，喺臀部嘅側邊，適度拍打環跳咧，可以疏通下肢嘅經絡，激活全身氣血。當經絡一通，個人即刻爽手咗，拖拖拉拉嘅習慣咧自然改善，效果即時見效。生得矮腳仔軟，唔夠力，都唔使盲目幫佢鋪鈣片呢啲補品嘅。平時主要拍打個承山穴，腳巴啷嗰嚿肉，呢個穴位係可以強壯筋骨、暢通氣血。氣血得到順暢嘅時候，細佬精力就旺盛，跳得高、長得快，仲有幫助佢快高長大。第四，食飯惡搞嘅，所謂揀飲擇食，食少少就話飽。另一，肚脹、脾胃弱啊，唔使逼佢食藥，你玩佢個耳仔上面嘅脾胃反射區，輕輕按揉，溫和刺激佢嘅消化功能。我哋持之以恆咧，即食消咗，佢嘅胃口自然好咗，自然就會主動食飯，營養吸收都會好啲嘅。最後講一個好多家長都做錯嘅地方，當你教訓小朋友嘅時候，佢喊，你千祈唔好即刻叫佢收聲。中醫認為呢個係小朋友最好嘅情緒排毒方式，你夾硬叫佢忍住，會令到佢氣機鬱滯，傷咗佢脾胃之餘咧，仲影響到佢嘅性格發展。所以最好嘅係俾佢行到夠，平靜落嚟之後，我哋就會慢慢同佢講道理，糾正佢嘅錯處，先疏導佢嘅情緒，再教育，效果事半功倍。跟住個健康知多啲。